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6，诗篇119篇137到138节安尼讲：上主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判断公正，你颁布的律例公正，完全可靠。三个来祈祷，公义佮公正可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自有应有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无神明通比。主啊，你是至权，搬过全地，你是至尊，搬过正神明。主啊，愿要敬畏你，愿要尊你最大，愿要敬拜你，愿要学了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的丰盛，照你拯救的真实来应允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话拯救万活，因为你是公义，你的判断公正，你颁布的律例公正，完全可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